很多人是不是都觉得信仰和进化论好像天生就是对头？这就把我们逼到一个墙角，信这个就得放弃那个。你看，传统上就是这样，信徒们拒绝科学，而科学这边呢，就得抛弃信仰。但要是这根本就是个假问题呢？有位学者就提出了这么一条第三条道路，他管进化论叫真主之道，意思就是进化也是神创造的自然法则之一。所以说，进化论是科学，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知识，而不是什么信条。这么想吧，《古兰经》和自然就像是同一个作者写的两本书，怎么可能会打架呢？那有就有了，这句话怎么解释？听起来不就是一瞬间发生的事吗？其实啊，这又是翻译上的一个坎儿，原意更像是一个过程的开始，而不是瞬间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大难题：女人真的是男人肋骨造的吗？他说《古兰经》里根本没这句话，这其实是受了以色列传说的影响。所谓以色列传说，就是指那些从其他文化，比如犹太教和基督教传过来的故事。你想想科学怎么说的？早在咱们现代人出现之前，地球上已经有过好几种人了。所以他做了一个区分，一个是纯生物上的原始人，另一个是拥有了意识的真正的人。那怎么从原始人变成真正的人呢？关键就在于注入了精神之息。所以亚当啊，他不是第一个生物学上的人，而是第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人。这个想法在土耳其影响可不小，年轻人、学者，甚至是批评者都开始重新思考。你看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个辩论本身就是个陷阱。所以问题真的是创造还是进化吗？还是说这场争论本身就让我们错过了更重要的东西？